农渔业是上基本的赚食方式，工作人员的权益嘛要靠工会来斗过。基隆市的渔港职业工会今仔日宣布成立，这嘛是台湾的第二个收外籍渔港做会员的工会。拆开东南亚的旧风棚，主要收外籍渔港会员的基隆市渔港职业工会正式成立。2019年的时候开始，所以我觉得也是有时候很烦，可是他们觉得我们一定要有工会可以帮我们。基隆市渔港职业工会经过2年的打拼，今日正式成立。这是台湾第2个外籍渔港的工会。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义雄表示，成立工会是为着让工人会当团结起来，甲资方参详因应该有的权益。工会秘书长李美华讲，是看到真侪外籍渔港有困难，才找宜兰县渔港职业工会秘书长李丽华斗相共，做伙甲工会建起来。遇到2年前那个断桥事件的时候。他们有一些担心，就是说，工会会不会被找麻烦呐？我告诉他们说，放心好了，你们一定会面对这个问题。参加记者会，移民署甲基隆市警察局表示，会协助渔港得到应该有的保障。我们移民署就是站在很支持的立场，那协助我们移工办理他们所应该有的一些合法证件。那我们基隆市警察局一直以来都非常关切，就是外籍移工的议题。那渔工当然也是基隆外籍移工里面非常大的一部分。寒冷冬夜里，人们在温暖被窝。歌手罗伊安唱异域之歌，描写外籍渔港的辛苦，替记者会做一个结尾。工会表示，未来重点会放伫处理外籍渔港劳资的纠纷，推出进步的政策，卖办活动，互渔港团结起来。记者郭碧君、张玉瑞、基隆报道。